要求即係哥林多教會係做完全人啊嚇。後邊嗰度啊嘛嚇，第9節嗰度啊，就係話所求嘅就是你們作完全人。咁我唔夠時間解釋喎，請你睇我嗰本書啦嚇。我哋可以完全嗎？呢本書已經好清楚嘅解釋。嗱，弟兄姊妹同你應用一下啦，好冇？應用一下就話全部都要做好事嘅方法喺邊度呢？實踐嘅應用喺邊度呢？就係你打開前邊舊約嚇，喺呢一個嘅以賽亞書第33章嚇。以賽亞書第33章教我哋點樣去做好事喎，去應用喎。嗱，15、16兩節，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咧，你就冇乜機會做壞事啦嚇。33章第15節嘅以賽亞書，留意聖經點樣形容啊？行事公義，第一嚇，行事公義；第二，說話正直；第三，憎惡欺壓嘅財利嚇；第四，擺手不受賄賂；第五，失意不聽流血的話；第六，閉眼不看邪惡嘅事。睇唔睇到呢6樣事情呢？我哋每日去做呢啲嘅事情，即係話全部壞嘢。如果係壞嘅時候，眼唔睇，耳唔聽，口唔講，全部要做好事，唔好貪財，唔好貪心，貪心就等於拜偶像嚇。然後第16節啦，佢可以叫我哋乘駕於高處啊！他必居高處，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堅壘，他的糧必不缺乏，他的水必不斷絕。呢個就係每日做好事，每日唔做壞事，神嘅應許。所以應用嘅時候就喺第33章第15節，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嘅心，與我哋嘅神同行。所以當我今天早上讀完哥林多後書嘅時候，保羅亦都係對呢個哥林多教會嘅臨別叮嚀啊，叫我哋一件惡事都唔好做，所有好事全部都要做，然後我哋呢就能夠成為完全人。我停。